国民党新北市第3选区立委补选参选人郑世维今23日在三重区的市前街举办造势活动，原本规划高雄市长韩国瑜、秃子、新北市长侯友宜、汉子、台中市长卢秀燕、燕子合体，但侯友宜因腰伤缺席，改以电话连线推荐。今日虽然锋面过境，低温来袭，但寒流发威，造势现场挤满群众。当韩国瑜与卢秀燕入场时，附近高楼的民众打开窗户挥舞国旗、围巾，呼喊选总统，甚至有民众为一睹韩国瑜的风采，从塑胶板凳上不慎摔下。韩国瑜致辞时，也引起群众热情高喊选总统。韩国瑜则打趣说，前提是郑世维要先补选上立委。韩国瑜炮轰民进党执政后，手上的权力比玉山高，手上掌握的金钱比太平洋的海底还要深。权力这么大，资源跟金钱这么多，各行各业的民众越过越苦。所以2018年的选举，告诉台湾人民、全世界人民，手上有权力的时候，没有办法专心帮人民打拼的时代，这种政治人物跟政党都要被淘汰。卢秀燕说：“秃子、燕子来了，其实今天也是三子，还有一个包子。郑世维，他是要替台湾所有的土包子到立法院发声。此外，郑世维的母亲是台中人，丈母娘与侯友宜一样都是嘉义人。台中妈妈卢秀燕赠送一盒伴手礼太阳饼给郑世维，宣称要送他进入立法院担任新北小太阳。”除韩流到场外，包括国民党新生代立委蒋万安、江启臣也来站台，热情支援者们在现场挥舞国旗，头戴国旗帽。国民党市党部主委李甘龙指出，以往三重也有选出立委，但不是只会唱歌，就是会交女朋友，唱得比说得好听。希望这次补选一定要让郑世维当选。